好，欢迎收看《野球名人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轩，又见面了。那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依旧是我的senpai最帅的senpai东哥。Hello， 李轩你好，你好，各位。还有剪头发呢？我没有剪头发啦，我就剃头发而已。理头发，理头发跟剃头发那个价钱不一样。哦，真的哦。价钱比较贵，剃头发那个这个看这一下被占。被占了。因为拿健保卡的话，大概就会打8折了。哦，还有这样子的。对，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乱讲的，这各位球迷朋友，我乱讲的哦。你不要，你剪头发不要拿健保卡。不代表本台言论啊。对，那最近心情应该比较好吧？最近因为我们中职已经复赛了嘛。对呀。对，然后我们整个中华职棒都热络起来。感觉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疯冬奥，那为什么我们要扯到奥运这个运动项目呢？说到这个奥运，因为今年我觉得我们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后来没有办法参加嘛，对不对？是。但是我们可以参加啊？你说哪一个项目不能参加？就是棒球啊！对嘛？对呀，我们棒球没有参加到啊。对，好可惜哦。好可惜的。对，因为主要就是主要还是因为疫情那时候国内本来是要办这个6强1的一个赛制嘛，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就也要去顾虑到很多行政啦，包括这个球员的一个安全问题啊，所以说最后就是很伤心很难过的，就这个比赛就不参加了，比较可惜了。对，真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帮你找了一个你的算是老搭档兼好朋友，人气很高，然后颜值也高，战力也高。到底是谁呢？这一队的。我心里有没有底？你说实力？看我啊，这个这一队的。哦，那个是狮子吗？老虎啦？是吗？你演的不像老虎。对哦，这样子像了。老虎有谁呢？这样还没有，这样还猜不出来。你真的是哦，因为我这个人就记忆比较不好，因为老鼠跟老虎我都傻分不清楚了。是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请他出来。好吧。欢迎我们的林坤汉教练。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东哥好，我是林坤汉，好久不见。原来是你哦，难怪我们主持人，女主持人那么隆重的介绍你。颜值球技兼具的就是林坤汉林教练哦。好久不见呢。大家好，好久不见啦，东哥。是，哪里讲啦？哪里讲坤汉哥？据我所知，在 long time ago， 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有点久。这个时候是不是东哥跟我们坤汉教练有一起参加过我们巴塞隆纳的奥运？对，我们当时候是参加，应该是第24届吧。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想要来就是好好的针对我们那个巴塞隆纳的这个奥运啊，来回顾一下，好不好？好啊，没有问题啊。而且因为2位senpai也认识算很久了嘛，应该这样子有几年啊？不好说啦，对，大概少说也超过30年了。这样也代表你们对彼此应该算是非常的熟悉。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大爆料啊！观众就是要看这个，好不好？其实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好爆料的，我们都是在球场上面奋战而已的。私底下真的不好啦，对不对？没交集。感情没那么好。那当然就坤汉教练就客气了啦。应该说，其实我们是同年纪的。哦，真的。同期的，对，同期的。然后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不同校。是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那时候我们就是要跟他对战嘛。我们那时候不是就是要拼这个晋级，就是拼冠军赛嘛。那就看到坤汉就分外的眼红，知道吗？因为东哥当时候他们队都打不赢我们啊。
我还没讲完。那时候就分外的眼红，就说，当然那个时候就是要去能够去战胜对方啦。对对。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就刚好我们两个双方，然后就是也是出身应该说守备位置都是在内野手，然后在母队上都有一定的一个表现跟贡献，然后就是选拔国手的时候就很顺利，入选到国家队，然后在国家队一起为国家打拼这样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时你觉得东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选手？东哥如果说要以这个我们把球员跟这个学生当一个比喻来讲，东哥算是品学兼优、德智体群都兼优的一个球员啊。说实在就是这样子，对。但是美就当然没有办法跟你比啦，所以德智体群那美当然你就比较美这样子啊。那以球员来讲，真的东哥，我想在过去的成绩也好，这个乃至于他当球员，乃至于他到当总教练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都可以从他的成绩上面各方面来讲，都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非常优秀。就连中也出来打，对不对？当总教练都可以打满贯全垒打，这个我想国内应该也目前来讲，应该也短时间里头不会有看到第二名中了出来怕全垒打，而且是代打全垒打，对不对？那以这样的成就来讲，真的你要说东哥不好吗？东哥真的是非常不错。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嘞，你把我的形象塑造的太完美了。你看连那个倪轩妹妹听到你这样子讲，多么的崇拜我。对，那个眼睛都亮起来了哈。对你，苦恼，谢谢你啊。等一下节目下来的时候，过来我这边领钱啊哈。我要问说你是花了多少钱跟我们坤汉教练？针对就是刚刚讲1992年那时候奥运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在当下到现在还是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记忆最深的应该就是站上颁奖台去领那块银牌的时候，我想这个是这一辈子有在那一年有领到这个奖牌，大家都忘不了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在回顾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真的是拼尽了所有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这种精神，然后流血流汗，然后造就了这一块银牌，让人家站在那个台上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其实我稍微补充一下哈，那当然刚才我们那个坤汉教练提到说那最高的荣耀就是站在这个颁奖台上嘛哈，然后这是一个目标跟最后的一个任务。其实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概会将近3年多的时间，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是每天都在相处在一起啊。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感情就跟这个亲兄弟是一样，睁眼跟闭眼看到的就是那几张脸。这个睁眼闭眼大概看到就是那几张脸，这个当中呢，可能就是因为相处的时间，然后睁眼闭眼看到那些人之外呢，几乎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行程几乎都是跟这些球员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感情上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发泄啊，或是感情上的一些摩擦等等。可是呢，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互相去了解，去磨合对方的那种个性，我就觉得那个才是最珍贵的。对，因为这4年的感情在球场上不容易就好像这个生活上会有一些争吵嘛，就好像在球场上一样，你可能队友会失误啊，队友会打不好啊，这个你也必须把它包容在里面不管就好像生活上面的这种吵架啊，那难免嘛，大家在情绪上面，而且都是大男生，在那个血气方刚的这种年纪里头，难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都是为了共同一个目标，然后也会把这个事情反正大家如果真的有不好的地方，大家也都可以包容，然后让这个赛事啊，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训练会更方便、更顺利的进行。我想最主要的还是那块银牌给大家肯定，然后让我们这个在整个一个棒球
史上留下了一笔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绩在这里。我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机场的盛况是真的，你根本不晓得你的亲人在哪里，只可以看到一堆的这些去接机的这些群众，不是自己的亲友哦，就是很喜欢棒球的这些球迷啊也好，或者是一些喜欢运动的这些人去接我们的时候，真的我们也傻眼了，从来没有这样的盛况过啊！回来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轰动啊，特别是这个拿着银牌，然后在团体项目可以算是历届的就是我们台湾出去参加奥运会历届的团体项目第一个拿团体项目奖牌回来的一个这个团队啊，所以当时候真的是造成相当大的一个轰动。所以出去之后，我那时候太小，不然我就冲第一个去接机。你应该没办法冲到前面的，太多人了，是不是？对，那时候真的人真的是很多。那不就有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那几年的台湾的棒球有在因为这样子，然后又到达一个高峰吗？确实是有，然后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在国内又因为我们在打之前，这个高中只有3个学校，然后大学只有5个学校还6个学校，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要挑到一些比较好的球员是比较难。那在92年之后，那事实上也给一些国小、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有慢慢增加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在台湾的棒球来讲的话，事实上在92年那一年的一个银牌，事实上也给了这些小朋友他们有要打棒球的那种意愿。要不然真的在那段期间来讲，之前来讲的话，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不愿意打球，甚至是家长不愿意小朋友出来打球。但是当我们拿奖牌回来之后，可以看见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家长愿意让他们的小朋友来从事棒球运动。那因为那时候棒球的这个职棒也才刚成立对3-4年的一个时间而已，所以大家也不是那么看好职棒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92年回来之后，事实上也刺激了一个国内棒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这样我想要来问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你们去那边有什么时差问题吗？还有就是想知道你们都吃什么？我记得在那边的时差好像跟西班牙是6个小时的时差啦。然后吃的话，因为以奥运等级这个餐厅，他们准备的应该都是世界各国的这个食物啦。你真的你想吃什么，你要吃什么，你什么时间要去吃，几乎都有东西让你吃。但是最怀念的，因为这个最怀念的，虽然说吃泡面不好，但是我想每一位从台湾出去的运动员都会带上自己家乡的口味泡面。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对味的，虽然不是很对运动员来讲不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你去到那个奥运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你想得到你想吃的东西，你什么都有。为什么到最后是会吃泡面？因为我们宿舍住的地方跟餐厅的距离太远了。什么？结果是这样，懒惰走过去。选手村真的很大很大，真的很大，世界各国。对，我们要出选手村，要坐那个接驳车，大概坐了几分钟才会到门口。我们才有办法走去。那你们去餐厅还要这个叫一下接驳车，叫一下 Uber 是不是？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后来真的是到比赛完之后就能吃泡面就吃泡面吧，因为也懒得走了。比赛完之后，整个心情放松之后，你就什么都不想动，就没有什么动力想去。到那边交通很方便，那接驳车都是24小时都没有，不断的就一直绕啊，就为了让选手方便去到餐厅了。其实到后面就像坤汉讲的打到后面身体也疲劳了啦，连吃东西都懒了啦，然后就最方便的就是吃泡面。是，对是原来连打奥运的选手都在吃泡面，当然要的啊。我以为你们餐就是会控管的很严格，比如说什么每个颜色的蔬菜啊、水果啊、淀粉什么都要被控制的很精准，你知道吗？我以为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当时候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啊，就变成说。我们能吃自己都是自己在调配了。你想吃什么你就多吃什么，你不想吃什么不吃也没有人会管你这样。但是现在
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奥运的选手可能在饮食上面就会比较有被控制了。但当时我们来讲，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反正你想吃牛排你就多吃牛排，你想青菜你就多吃青菜，比较不会像现在有那种科学化的这种营养师在帮他们调配食物这样子，所以吃泡面也就变得是理所当然。泡面还是可以拿银牌啊。再来就是我们吃东西会比较没有限制。尤其是应该说棒球队了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就能够吃饱，能够身体有力气，那是最重要。因为像其他项目，像跆拳道的话、拳击的话，还有举重的话，他们就不能，就是你要吃什么就想吃什么，因为他们有控制上的一个限制体重上的一个限制。体上的限制。因为如果是体重超过一点点的话，可能你这个量级的可能就会被取消。所以说他们对饮食这部分会比较小心一点。那我们这边是棒球队这边是吃的越多力气越大，那是最好，能够跑动，能够跳得更高，球打得更远，打得更快。那在饮食这边的话，就尽量去吸取可以帮助你有爆发力的那种食物了。所以说跟其他运动项目比较不一样。你们在那边有就是选手村里面住的是所有国家的选手嘛？那你们有跟他们交流到吗？我想主要还是在语言上面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沟通，然后就要讲英文，也许还能讲个2-3句，那其他国的语言可能就没有办法。那最会通的应该就是这个中国队吧。我记得我们有一天就是晚上虽然比赛完，但是我们在选手村还是会挥棒备战明天的一个比赛。那有一次我们在这个选手村找了一个空地，在那边挥棒，然后当时候的中国队的一个这个篮球队女篮的，有一个叫郑海霞，她200多公分的女生，然后就走过来，小弟弟，你们在干嘛呀？真的，当时真的被吓到了。200多公分的一个女生走过来，然后问你说，小弟弟，你们在干啥呀？抬头一看，哇，吓一跳。你怎么回答？顾汉，那时候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忘记我郑海霞在问你，可能当时候可能也愣住了，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高，而且是女生？你说姐姐，我拿着这个木棒在那边玩耍，就这样子跟他讲。对，大概就是跟中国队比较有交流吧。对，那个让你先稍微有一个，就是说介绍这个中国队这个女篮这个选手她身高有200多公分体重大概有100以上你看这个选手，你看多么的壮硕，然后他看我们就很像一个小弟弟一样，你看那个身材的比例看差多少？他完全可以挡住你。对啊，完全躲在他后面，躲猫猫你根本看不到你躲在他后面他不能玩躲猫猫他永远躲不起来。他只能当鬼的份然后腿太长，一下就抓到你们了。对。那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刚刚这个东哥也谈到，就是说吃东西很节制的那个项目，所以这个体操选手他们也是吃的相当少，特别是那时候现在叫俄罗斯，以前叫苏联的苏联那个体操选手，他们是一块那个我们就是哈密瓜我们会把它切成8块，对不对？他们是一小块1/8，可能一个队4个人吃那一小块。那不是一口吗？对，都大概他们的食物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一杯的那个叫什么乳酪cheese 那个叫什么优酪乳，可能1罐这种小罐的那个，可能也是就4个人喝那一罐这样。所以印象中对他们来讲，他们看我们在吃，我想他们应该很羡慕，为什么你们能吃那么多，我们只能吃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在项目不同的状况之下，看到他们家的饮食。所以我就讲说，还好我是打棒球的，我想吃的，不像他们这个吃的又少，然后吃的东西是完全被限制的，这个也是印象里头蛮深刻的一个印象。对，再就是说，那时候应该那选手村的大是有多大，你知道吗？我给你一个方向，你大概有一个村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那么大。
奥运。一个村庄哎。对，你去想一下，我给你方向，可能比村庄还大。如果以青埔那个地方来讲，你把青埔车站有没有高铁站是一个中心点，然后可能可以扩散这个方圆可能几公里吧。那难道你们懒得去吃饭？对啊，那它餐厅很多，就是我们其实它餐厅很多，就是我们被分配的地方可能离餐厅比较远，对，比较远一点，所以变成吃饭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懒一点。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去补充能量，所以你就非得去吃不可。刚才昆南教练也提到过，这个食物都是来自世界各国，对，刚好那个选手村的环境也很大。那餐厅一定是很大，可是我们那个应该说我们住的地方到餐厅的那个门口，那个吃东西的那个附近的食物，大部分都是欧洲的食物。当然我们东方人就吃的不习惯了。可是呢，我们亚洲的食物大概离应该说在餐厅的一个最尾巴的那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要去这个亚洲的一个食物的话，还要走大概5-6分钟的一个距离，才可以吃得到东方的一个食物，亚洲的食物。所以说那个餐厅很大，好大哦！就等于是说，比如说它是自助餐，你夹到最后一道的时候，第一道都冷掉了。对，差不多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啦。对，如果是刚好是我们的住的地方，这个餐厅的一个门口刚好都是这个亚洲的食物的话，那他当然就会常常去餐厅吃东西啊，或是去好好去享受其他国家的美食啊。可是我们刚进去的那个餐厅的门口，大部分都是摆什么其他国家的，就说有时在饮食的一个习惯上，腊肠啊这种，对，就腊肠会欧米耍嘞，就比较不一样。就欧美的那种是不是跟我们东方的那个亚洲人的食物味道是比较不一样？对，所以说还要去走到另外一区的话，又要浪费一些时间。什么最简单？吃泡面最简单。再来就是什么最简单？麦当劳最简单，就是这样子解决我们的饮食的问题。麦当劳还是可以叫外送？记得要打这个打电话过去啊。可以，我以为直接请一个麦当劳开在选手村里面呢。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真的？餐厅里面就有好几个麦当劳了。好酷。然后你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一些什么饮料的贩卖机啊，无限供应啊。对，你要可乐你可以去参加。你现在开始就下一届会有新的项目，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好好去苦练。我现在该开始培训了。有参加下一届会有新的项目，像舞蹈这部分，霹雳舞这边你可以好好去加油，钻研一下。对，练一下，可能有机会代表国家。好，我们3年后见选手村。对，那时候就看得到你的。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关于我们当时棒球的部分啊。那就2位前辈来看呢，你们心目中最强的中华队，你们觉得是哪一年？真的，就我来讲的话，当然是92年是最强的。对啊，因为这个以成绩来讲的话，应该我想92年这个也创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哈。那你说后面的，当然大家也都很强，但是就是总缺少的那一份的一个运气啦哈。虽然这个大家都很多届的中华队都非常的被看好，但是终究就是有那种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让我们中华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那就是以这个最后的一个成绩来看到，当然我要以92年的这一队是最强的。应该说这个是时空背景不一样哈。那每一队每一届的这个代表队实力都是相当坚强的。那再就是国际赛这部分，就是还是要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跟这个人生的一个命运了哈。那当然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国人也好啦，包括这个其他国家，像日本也是啊，韩国也是啊，就是什么是最好？就是赢球。任何的比赛，只要受到大家的这个期待，或者是受到大家的这个应该说
就说我们球队能够带给球迷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来去做分享。我是觉得那一队那一年大概应该是算最强的一个球队了。因为主要还是以赢球是所有的一个保证再来就是夺牌就是更好。有这个银牌嘛，对不对？是最好的一个护身符。是我们史上唯一的一个，真的是第一面，也是目前就到目前为止也就只有这一面。对，正式的奥运正式运动项目，算棒球这个项目的话，是唯一的一面。好，对。那最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节目也进行到尾声，那我想要请就是坤汉教练可以来帮我们排列一下，就是中华队史上最强的阵容。中华队最强的阵容哇！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教练排出来的那个阵容是怎么样子。那我们同时就是也可以开放我们观众啊，听完这个名单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是有没有别的选项，我们可以在下面讨论这样子。先发投手应该是郭泰源吧。捕手的话，真的就有点，你心目中的啦，心目中，我想应该是这个曾志珍吧。曾志珍。然后一垒手王光熙。这个印象里头还有一些印象的啦然后二垒手当然不让，就是我们东哥了你要讲我，因为我在你面前对啊，就在我面前，我会被 K 啊。对。然后三垒手可能这个林华伟林校长。真的是。对。那游击手当然不二人选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吴富连，这个捕手，对，他的身手跟他的一个这种打球的智慧。他这个我觉得游击手他的是不二人选的那外野手没排你自己没有在以辈分来讲的话，我真的还跟他们差太远了什么叫做谦虚，你知道吗？从坤汉教练身上去学到了。对。那左外野手外野手就不要去管什么位置了外野手最起码就3个了对啊，李居明一定站得上嘛然后廖敏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谁？我想那个谁，钓虾，哲轩林哲轩，对，哲轩他的这个手背也好，各方面来讲，真的也是相当的出色。那以 DH 来讲DH 我想在过去的一个比赛里头 ，DH 来讲，应该算赵世强，算是也是这个在心目中里头也是一个相当太多竞争者了对，你包括陈金锋也是了大家都是一时之选了。对，对啊，刚刚漏掉了陈金锋了，对不对？是，你可以把陈金锋安排在外野手。对，放在小心目中里头是 OK 的。我说陈金锋摆在外野，你什么？你怀疑他的手背实力吗？我没有怀疑他的实力，不是，我说我们小姐，我不敢。对，我说陈金锋摆在外野，你说你没有，因为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 DH 嘛。是这样子对呀。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可以撼动的 DH， 好不好？是吗？这些坤汉教练所心目中的他最完整的阵容，大概就是上古神兽是比较居多一点。那你们年轻一辈的可能就比较不熟悉，那就可以去坤汉教练为什么会提这些名单呢？他的标准在哪里？坤汉教练，我想最主要还是我们根据在哪里？过去的一些对他们表现的一些印象因为你看从投手一直到整个 DH 的一个配置来讲，真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去看，以他们的成绩来把他们放在这些位置上面。你看郭泰源、曾志珍，这个都是当时候响叮当的这些人选，一垒手、内野手，整个这个阵容看起来，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是以我个人来讲，真的也是这个一时之选的。那外野手真的这个外野手的一个这种成绩来看的话，更是不得了。所以会有纯粹就是自己的心目中的一个这个最佳的一个人选也这种时空背景，你说要把谁放在什么位置，一定会有比这个更优秀的一些选手。来呈现，但是在自己的印象里头，就是这些人，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也会有纯粹就是自己的心目中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人选也在这个
在我心目中里头，他们都是我的一时之选。这样，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就是说，那这个都是我们坤汉教练心目中最完整的一个中华队了啊。那可能后续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国际赛的一个比赛了可以从未来的一个中华队的阵容里面要去寻找像比较接近这些实力的一些选手像现役的话，中华队的话，像比较接近郭泰源的话，会有哪些？像现在的这个徐若曦。有那个速度对有那个速度跟那个球质控球也不错。那这捕手这部分的话，比较接近郑智珍的话，可能我还没想到啦。先从学长先对，一垒手这边类似这个王光熙这种特质的一个选手的话，那一堆也不好选交给这个选训委员。那二垒手的话。要超越我的人太多了像现在同一师队像林敬凯都或许都会是一个未来中华队一个算占这个正手二垒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因为他的守备范围很大，包括他的那么年轻，脑袋会比较冷静包括谁游击手、三垒手，我相信能够找出这些现役选手，比较找出跟这些上古神兽这些前辈们实力比较接近的哇。那找到的话，下一届的什么经典赛啦，什么12强赛等等这些我们这个代表队一定会有成绩出来，一定有机会。对，所以说球迷朋友还可以，大家在棒球的一个这个领域上面，真的要继续加油下去。对，就是球迷朋友稍微去，你大概比较接近这些选手的那些名单，可以在我们那个下方留言一下欢迎大家就是开放一起讨论你们心目中。这些黄金比较接近刚才我们坤汉教练所讲出来的这些完整的那些阵容。是的，没错。哇，这个中华队，我充满着一个希望了。我们国家队未来都可能都是对棒球这块突然燃起了一个熊熊的烈火。没错，真的是。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大概到这里啦。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坤汉教练，谢谢东哥，谢谢你，拜拜。拜拜。